希腊昨半暝有一架载人的火车，甲一架货运列车相撞，败马着火，到达至少是有36个人死亡。英国通货膨胀野悬，菜市贵阁歹买，亲像托马豆的介绍，已经对一箱大票8卖去到7.3，还超过10倍。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今日头起先来看一则意外消息。希腊昨半暝有2架火车相撞，一架是载350个人客火车，用真紧的速度撞到一架货运列车，车厢随败马着火，有人客是去互飞出去，嘛有人是掉伫咧车厢内底。目前至少有36个人死亡，85个人受伤。希腊2台火车相撞意外现场一片混乱，落尾火车坏伫路面，导火车厢也冲出一阵的高烟。当地时间晚近7日天要光的时阵，希腊消防单位接报一台对雅典北向开往蒂萨隆尼基市的客运列车，伫雅典以北大约380公里的坦佩峡谷附近，甲一台南下开往拉里萨的客运火车来相撞。客运火车前40个车厢全部落尾，前2节也导火烧起。看到人讲，当时火车时速有160公里，2车相撞了后，车体是严重来毁损变形，增加这个救援的困难度。Η εικόνα αρχικά ήταν τρομακτική, γιατί ήταν ένα σωρός από μεγάλα σίδερα, οι αμαξοστοιχείες διαλυθήκαν εντελώς, ειδικά η εμπορική και η άλυση και η επιβατική αμαξοστοιχεία. 希腊的消防部门派出17台消防车、20台救护车，至少150名的消防队员赶赴现场来救人，并且把250名乘客安全撤离到蒂萨隆尼基市。因为面上除了空碎甲废料以外，大家拢感觉真恐怖。Πανικός. 10 δευτερόλεπτα, χάους 15. Κολοτούμπες, σβάρνισμα στα πλάγια, φωτιές, καλώδια να κρέμονται, τζάμια σπασμένα. 风救出来乘客想到事发当时，风一声真大声了，就冰车，乘客都跋倒阵，煞就看到火光。车厢内底四界拢是哀叫声音，部分的乘客对车厢的头门走出来，也是用行李箱甲玻璃拱破才走出来。不过也有人被缀伫车厢内底，拢袂叮袂当。救援人员伫5点钟的搜救了后，发现多具遗体，有列车毁损真严重，拖慢这个救援的速度。希腊消防单位预估，死伤的人数恐惊也会增悬。交通当局甲警消正在调查事发的原因。2间铁路公司主管接受警方询问。国际新闻张淑芬编译。罗西亚讲，因最近这几天是发生几件无人机攻击事件，其中一件离因的首都莫斯科才100公里远。除了无人机的攻击，圣彼得堡机场总是雄雄轰一点钟。罗西亚军方讲是防空演习，不过嘛风声讲是有不明的飞行器出现。对咱头拄才讲到的状况，咱会当发现讲这新世代的战争，无亲像过去是靠人靠战车咧战。根据美国媒体 CNN 的分析，现代战争是有3项新武器正做新发布。第一项就是标枪飞弹，主要是用伫咧战争的初期，增加部队挖紧少想要攻入城时阵，因为敢若一个兵仔就会当操作，所以大量使用会当阻挡第一波攻势。而且标枪飞弹飞行的路线是飞悬悬起哩，到位直直对顶悬崩落，所以佫下人号做战车杀手。第二，海马式火箭系统射程真远有80公里，伫咧战况分袂明的时阵上接使用。无论双方伫咧倒位交战，弹药库拢爱放伫咧80公里外，若无是一声就会去互崩了了。所以讲补给的时间嘛去互拖慢去。上尾一项无人机，这款无人机的成本低，毋过火力真强，所以派一大堆出去，只要成功一只就有效果。这3项武器是改变新世代战争的方式。西方的新战车、爱国者飞弹，颠倒到即马拢也未就场。为落落去的无人机残骸，俄罗斯当局断定是来自乌克兰，表示这军用无人机亲近俄国境内，其中一只离首都莫斯科差不多100公里，我表示一座天然气设施。过去2天境内至少4个地区有想要入去或者是成功入去。日前暗时有3只无人机将边境都市贝尔格罗德地区当作是攻击目标，这栋公寓窗仔被拍破。У этого изделия еще работал двигатель.
莫斯科州州长乌洛比约夫证实，无人机落落去的地点科罗姆纳附近有一间俄罗斯天然气公司的压缩站。运作无断气天然气公司表示，无人机明显是将附近的树仔加长，搁伫离天然气压缩站围拿差不多10公尺的所在降落。乌克兰并无表示对这代志负责。内政部长顾问格拉申科伫推特打出一张无人机相片，佮表示，伊离俄乌边界有500多公里，无偌久普丁都唔敢公开出来，因为无人机已经飞这么远。那乌克兰是无后乌手，会是俄国入侵满1年，离首都莫斯科上近的一摆攻击。进前，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伫南部拍落2架乌克兰无人机。普丁总统已被下令加强边境防护，无讲到无人机的代志，暗过要求强化俄方反间谍工作。俄罗斯多国紧张时刻的情形不止这一件。自1871天，离乌克兰1300公里的圣彼得堡机场地站关差不多1点钟，军方进行哪吒防空演习。无经过证实的消息指出，天顶发现不明飞行物。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乌克兰东部的巴赫姆特是目前关键的战区，若是去予罗西亚攻去，恐惊是规个东部的顿巴斯地区拢会失守。不过，驻守伫咧巴赫姆特军人认为讲状况无乐观，真有可能会防占去。另外，罗西亚盟友白罗斯的总统按算是要甲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见面。也若是美国迄边，国务卿布林肯是宣布增加经费，要帮助中亚国家建设。这两大势力拢咧友挖新友址，恐惊嘛影响未来战争的发展。贵州城市差不多所有建筑物拢被炸掉。乌克兰东部关键战区巴赫姆特面临真大压力，因为俄军几个月一直围攻，驻守乌军并无乐观。Моя думка, що скоріше за все Бахмут впаде, облиті нашою кров'ю. Наша артилерія не справляється подавити їхню, тобто контрартилерійські дії. Дечому не є ефективні, та як у нас нехватка іменно.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已经嘴巴向西方盟友寻求更加多武器援助。评论分析，新发度强调巴赫姆特有重要政治意义，因为俄军真想要拍破几个月来进展缓慢的战事，想要全面来掌控顿巴斯地区。 Росія взагалі не рахує людей, відправляючи їх на постійні штурми наших позицій. Інтенсивність боїв лише наростає. 俄罗斯的亲密的盟友，被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即阵伫北京来进行访问，美国密切地注意，中国是不是经由白俄罗斯来提供军事援助予俄国的军队？另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是拜访中亚5国，伊并且宣布增加2500万块美金的经费，协助中亚国家来建立基础的设备甲投资教育，来减少对中国经济依赖。 俄罗斯甲乌克兰战争开战以来，俄罗斯甲中亚国家的关系有所转变。另外，中亚5个国家伫联合国俄罗斯特管机队上专属器官。美国安尼做是有意伤当中国的政治影响力。公司新闻杨干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南韩总统尹锡悦今日出席3.1抗日独立纪念活动。 伊表示，日本已经对过去军国主义的侵略者，变做甲南韩会当伫咧安全甲经济互相合作优势。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南韩的统计厅公布各行业的收入调查，银行、保险相关行业月入是726万韩元，等于就是台票16万，是因韩国上班族平均的2倍，嘛连续2年伫咧所有行业当中排名第1。 英国 Times 报道，英国甲欧盟达成北爱尔兰协议，议会要投票看敢有赞成。首相苏纳克就呼吁甲伊共党议员爱支持，若无选民就会怀疑因处理脱欧问题的能力，影响后一届选举。刷瑞士美国纽约时报指出，奈及利亚总统大选结果出来，执政党的候选人胜利。不过，另外2个反对党的候选人指控规个投票过程充满暴力，有造谣嫌疑。 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众议院举行监督援助乌克兰的听证会。国防部是表示，像乌克兰 F-16战机加上训练飞行员都要1年半，不是现主是明智的选择。伊拢是传出女子学校的女学生集体毒气中毒的事件，这3个月以来已经有挖近700个人受害。这款恐怖的代志，目前是有2个嫌疑人，有人怀疑讲是激进派想要和女子学校关起来。 有人认为讲是伊朗的政府为了报复参加头巾示威的女学生下毒手的。
遮侪女学生是走去学校看坑的所在，较紧甲喙暗挂好。移动对去年11月底开始，一直传出有女学生是闻到毒气中毒的事件。有人讲伫教室闻到热气、鱼仔歹去的臭臭味，也是清洁剂的味，互因头痛、心肝头噗噗菜个吐，有的人甚至去大医。بلند میشیم سرگیجه یا سری خیلی شدید بدن اصلا اجازه نمیده راه بریم. 移动当局一开始是认为讲有可能是学校伫寒人用天然气做燃料来放烧气，才放出一寡一氧化碳，互人感觉无爽快。但是意外对什叶派的圣地库姆拖到真侪城市，差不多30间女学校，佮有一间查甫学校嘛变做目标，受害者是有700个人遮侪，政府无法度无管啊。司法单位开始调查，怀疑是工业派的人士想要逼女学校关起来。移动过去40天，毋捌禁止过女性去学校上课，甚至呼吁阿富汗和查某囡仔返来学校。另外嘛，有人认为讲是去年9月发生科德族的女性艾米尼，无甲包头巾挂好，互掠去无命。真侪女学生拢参加反政府的示威。最近的事件可能是移动政府的报复，结果家长毋敢互囡仔去学校，嘛不满政府无法度保障人民的安全。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英国通货膨胀的比率是搁加悬啊，已经升到17.1%，是2008年了后上界悬的纪录。受到钱变薄加上气候影响，英国即马有真侪菜色拢咧大欠货。咱甲看迄超商的货架顶悬拢总是空的。毋但物件歹买，价销嘛起甲真恐怖。像一个토마토的价销，去年是一箱184块的台票，即阵已经起到700几块，还超过4倍。另外，青菜末一定要用到的买菜嘛起3倍以上。说讲当地伫卖意大利料理的餐厅就讲，即马토마토是真贵，阁无好买，根本就卖袂好。店内库存若用了后，就会改菜单。亲像披萨本身的酱料，本来是用토마토做的红酱，即马就会改做牛奶白酱。面对这款状况，英国的环境食品大臣就讲，即阵街头菜是好食阁俗，呼吁百姓就当加吃寡。不过，供应商是表示，去年就已经甲政府警告过，讲这토마토可能会欠货，结果政府拢计外挂，即阵才凄惨。美讲甲气候比起来，政府无咧处理代志，这是欠菜主要的原因。甲饼皮抹酱放气散配料，才送入去烘炉烘。但是披萨的饼皮抹红色的토마토酱，本来是真正常的代志，但是即马对英国人来讲，竟然都要看你运气好无？因为英国最近是欠토마토，一寡餐厅已经打算甲本地用红酱的拢改用白酱。The shortage makes us to change from tomato-based to white-based sauces because what can we do? We have to make a profit. 业者讲，即马토마토是贵过歹买，进货的价销对去年开始就一直起，已经对每一箱5英镑合台票185块，起到20英镑合台票是740块。这对大量使用토마토的意大利餐厅来讲，根本就买袂落手，算落来可能干那会当卖用白酱做的餐尔。As soon as this is finished, in our salad there won't be no tomato. It's unbelievable that this is happening in 2023. 餐厅的业者是呼吁政府爱限制토마토的价销，因为若搁起落去，一寡餐厅恐惊就要倒啊。英国超市最近嘛欠菜色含果子，过仔年甜咸椒含토마토的货架拢是空的。政府讲会欠货，主要是因为南欧含北非因为气候歹欠收成，本地的农产量阁真有限，才互菜色果子遮尔歹买。官员甚至呼吁民众加做工课、加收入，才会当应对一直起的物价，嘛互民众骂讲话是伤无同理心。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咱之前有报道过一件性侵案，是一个查甫性侵2个女性，伫咧法院审理的期间，伊煞改变家己的性别认同，讲伊认为家己是查某的。本地法院是要甲伊送去女主监狱，毋过是引起社会的争议。又讲这款犯过性侵案也是查甫性的嫌犯，哪会去送去女主监狱呢？即马这判决的结果出来啊，法院是判伊8年的徒刑，而且嘛会改送去查甫监狱。穿粉蓝色的外衫，伫2016年和2019年犯2件性侵少妇案的跨性别人士布莱森，拜日互法官是判关8年。It is plain that you present a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risk to any woman with whom you form a relationship.
布莱森伫受审的期间是改变性别的认同，对查甫变查某的，但是无接受手术。伊阁有短短一段时间封关伫查某的家角，引起各界包括联合国人权专家在内的关心，认为讲伊会影响到其他女性受刑人的安全。有关当局因为这种压力改变决定，甲伊转去查甫家角。布莱森是家己讲伊囡仔时期有看册的障碍和过动症，患难的期间嘛有情绪和性别认同的困扰，但法官认为这拢毋是借口。You see yourself as the victim in this situation. You are not. 在发生这件争议以后，苏格兰当局是下令讲，要强奸强暴女性的跨性别犯人，拢袂阁送去女子家角。苏格兰的议会捌伫去年12月是通过性别认同的改革法案，甲会当变性的年纪是降到16岁，而且毋免提出诊断证明。有报道分析指出讲，布莱森防指控讲犯强奸罪了后，就想要对查甫变查某的，有可能是要闪避法律来制裁，若互伊去女子家角，将有可能阁犯罪。公司新闻张回敏编译。南美洲秘鲁警察咧搬查一个食酒醉的外送员，竟然伫伊的外送箱内底发现阴尸。这个查甫人甲警察讲，这个阴尸是伊的心灵侦判，是伊的女朋友，因逐工拢生活做伙。不过，警察甲这个阴尸交予文化部鉴定，发现伊在生是男性，至少是有600年的历史啊，是国家的文化资产。即阵这个外送员是因为涉嫌偷卖文物，互抓起来调查。粉红色的外送箱啊，内面锁装一具阴尸，就是木乃伊。若毋知影的人拍开，一定会惊到。南美洲的秘鲁最近是有一件木乃伊奇案，一个26岁的男性外送员贝尔梅霍，顶礼拜六和朋友伫南部城市啉甲醉茫茫，引起警察的注意。结果竟然发现伊身躯是有炸一具阴尸。查甫人讲，这是因爸爸30年前炸回来的，互伊叫做胡安妮塔。佮讲伊和阴尸的关系，就敢若男女朋友。Mi cuarto, duerme conmigo. También. Sí, sí. O sea, esta es mi cama, mi televisor y después está, o sea, la Juanita. Por eso yo la cuido, la mantengo. Claro. O sea, es como decir, perdóname la palabra, es como mi novia espiritual. 贝尔梅霍无法度解释讲，因爸爸是对倒摕到这阴尸的，嘛讲伊无要摕来卖。伊讲迄天会炸，只是想要等互朋友看尔。警方甲这阴尸交予文化部调查了后，发现讲，这根本都毋是啥物女朋友，因为伊根本就是查甫的，年纪上少嘛有45岁。伊的身躯亲像红衣仔共款弯嘞，外口阁包一层药水布，是前西班牙时期，只要是墓葬拢有这种特色。暗算历史已经600到800吨，目前文化部已经甲伊列作国家文化资产。贝尔梅霍和2个朋友获警方拘留调查。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